大家好啊，歡迎收睇2026年3月26號嘅市況短評。咁就中東局勢繼續左右住環球投資嘅氣氛啦。咁啊，今朝亞太區股市其實就個別發展嘅啫。咁啊，見到而家錄影緊嘅時間啦，咁啊中午已經收咗市啦，因為頭先要做鬧財經嘅關係，咁啊遲咗鬧咗半個鐘。咁就睇翻啦，咁啊中午咧就恒指就即係收報24,988點啦，咁啊再失守翻25,000點個關口啦。咁就其實恒指今朝低開68點啦，咁跟住就都係反覆到向下。咁啊最高最多跌過390幾，應該400點左右啦。咁跟住咧就中午收市咧都係要跌翻347點嘅。咁另外國指咧亦都跌1.5%啦。咁另外就係科技指數咧就都係要跌啦，跌2.2%啦。咁所以就你見到科指就做得特別差。咁啊今日翻嚟其實就個別嘅焦點就快手啦。咁啊經嗰個調整盈利嘅增長咧就係16.5%啦。咁但係個股價反應就幾差下啦。咁跌咗，中午收報咧就45.96啦。咁啊跌咗13%啦。咁另外就泡泡瑪特都未止跌啦，咁啊再跌多9%啦。咁啊美團今日會出業績嘅，咁就即前咧半日咧就跌3%。咁另外騰訊今日都繼續偏軟啦，咁啊都要跌近0.9%啦。咁小米就叫回穩啦，升翻1.5%啦。咁就誒快手咁差，咁市場就歸咎於嗰個嘅指引預期啦。咁其實就呢個就我覺得某程度上就反映咗即係內地企業嘅一種原罪啦，就係冇辦法即係異常內卷啦，無法出海啦。咁所以就即係變成就你會見到，即係去到某個環境之下咧，其實佢想再繼續高速增長就好難咯。因為即係如果你冇辦法跑出去出邊嘅話咧，咁其實你就永遠即係內部自己同自己嘅競爭。咁大家知道啦，內地嗰啲即係短視頻，除咗快手之外，就當然有抖音啊、小紅書啊等等啦。咁即係其實再加上即係其他一啲即係視頻嘅平台啦，咁變成即係永遠就係即係都係異常激烈啦。咁啊，可能 AI 呢啲就做得比較好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出海方面亦都係唔見得係話真係太過進取啦。咁所以變成即係主業務就永遠都係內卷。咁所以即係交出一個即係唔合市場預期嘅一個指引。咁我覺得呢啲就都係結構性嘅問題咯。我自己覺得就係咁先講翻個指數先啦。咁我哋琴日講過啦。咁科指係偏弱啦，即係即係一直以嚟啦，就舊年高位以嚟個走勢就係即係早個恒指就係偏弱啦。咁所以就我哋即係用個科指就即係假設佢係行先嗰個嘅話咧，咁如是者嘅話咧，咁見到咧科指嗰個嘅今日個走勢咧都仲係比較弱咯。咁所以就暫時望落去就似乎未見底啦。咁同埋見到咧佢去到條10天、20天線嘅時候咧，又再頂住啦。即係今日嘅時候，跟住今日又再跌翻。咁而睇翻個恒生指數嘅話咧，咁其實我哋都有講過啦。咁一係就能夠即係叫做迅速回穩，企翻喺條250天線樓上；否則嘅話咧，就小心就係以科技指數咁樣咧，就俾條10天線頂住。咁如果係繼續咁樣慢慢咁樣頂住嘅話咧，咁就會即係如果繼續咁樣頂住向下嘅話咧，咁即係話嚟緊嗰個嘅排列咧就會越嚟越就會個移動平均線個排列就會越嚟越差咯。咁越嚟越差嘅話，咁即係話
嗰個大勢嘅方向咧，就即係個趨勢嘅方向咧，就係繼續向下。咁所以就之後就會係比較麻煩一啲咯。咁就再講下就係嗰個嘅市寬啦。咁個市寬個趨勢就亦都係好明顯啦，都仲係向差啦。咁啊，綠紅比率，咁你見到個綠紅比率咧，就冇因為個市反彈咧而反彈嘅。咁其實即係因為大家知道啦，即係綠燈紅燈嗰個都係一個趨勢嘅一個即係指標啦。咁繼續向下，即係話其實即係話轉壞趨勢嘅股份都仲係比較多。咁或者轉好趨勢，即係好趨勢嘅股份越嚟越少啦。正面趨勢嘅股份越嚟越少啦。咁即係話其實話俾你知咧，其實個市咧個即係大方向都仲係差咯。即係整體，尤其是整體你睇，整體大市去睇嘅話就。咁另外咧就係關於個股啦，咁因為頭先做撈啦，咁即係都可以喺度再分享下啦。咁頭先就記者有問即係蒙牛嗰個業績點樣睇啦，咁誒。明明嗰個蒙牛業績咁就15.4億人民幣啦，咁按年升咗13.8倍啦。咁但係呢個數字咧就當然係即係主要就係源於2024年個業績個 base 極低啦，因為2024年個淨利潤咧得1億左右嘅啫。咁啊當陣時咧就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商譽減值啦，因為2024年咧就嗰個貝拉美嗰個嘅即係併購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商譽減值出現咗，咁啊導致2024年嗰個業績咧就係非常之差。咁今年咧就冇咗呢個嘅即係商業減值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個盈利就上到去15.4億，咁所以就見到出現一個即係好大嘅增長。咁但係咧，其實2025年嘅業績係咪完全已經洗乾淨晒咧？就唔係，因為咧其實你見到咧年內亦都仲有一個嘅即係減值嘅撥備啦，咁就由3.9億就急增去到23.2億啦。咁主要係一啲閒置嘅生產設施啦、應收賬啦，同埋一啲委託貸款嘅一啲減值啦。咁就呢度咧就你可以話叫做差唔多係輸咗20幾億啦。咁換言之咧，其實如果你撇除晒呢啲咁嘅一次性嘅減值撥備嘅話咧，咁即係話其實舊年嘅正常化咗嘅利潤咧，大概係講緊38億左緊。咁當然啦，你再同2024年比嘅話，咁當然即係2024年超差咁得1億咁啊，即係當然都仲係好好多啦。咁但係其實你同翻2023年之前正常啲水平去睇嘅話，其實就完全冇特別咯。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所謂嘅業績大爆發咧，就都有少少言過其實啦。不過呢個亦都更加準確嚟講啦，蒙牛嘅業績咧確實係即係叫做慢慢出現一個止血嘅狀況啦。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睇翻嗰個經營層面啦。咁連收入連續2年下跌㗎啦，咁但係咧個毛利率出現輕微嘅回升啦，咁另外咧就係個經營利潤率啦都係微升翻0.2個百分點啦，咁呢個都反映咗嗰個嘅經營效率咧係有即係穩定嘅跡象。另外就係個經營現金流啦，咁啊增長5%啦，咁呢個都反映到嗰個現金流嘅管理係有改善。咁點解今日都個股價都做好呢？咁其中一個就係個預期差啦，市場之前睇法就非常之悲觀啦，咁冇再進一步差過市場預期，本身都係一個好嘅催化劑啦。第二就係個股息啦，咁啊對比2024年削減咗股息咧，今次咧就係有增加翻。咁另外咧就係管理層承諾咗一個3年嘅股東回報計劃啦。咁呢個可能係即係市場重新建立信任嘅一個故事啦。咁另外就係即係頭先你聽到我講咗好多啲由2024年嘅商譽減值啦，2025年嘅一啲資產減值啦。咁似乎咧就叫做將個資產負債表就叫重新即係洗白啦，甩咗啲舊嘅包袱啦。咁對於2026年嚟講咧，咁就有一個輕裝上路嘅一個效果出現。咁所以咧，呢個某程度上咧，可能係一個即係重新出發嘅一個 turnaround 故事咯。
咁至於國壽嚟講咧，就出嚟個業績咧，數字睇咧就盈利順利增長44%啦。咁另外亦都增加派息啦。咁末期息增加咗37%啦。咁另外就係個新業務嘅價值亦都係增長咗36%啦。睇 headline 嘅數字咧，其實都係好好嘅。不過咧，其實大家睇翻咧，就係話今次公告入邊講到咧，嗰種投資收益率就係6.09%啦，咁啊提升咗59個基點啦。不過就冇點樣提到好似之前咁樣咧，就撇除咗嗰個資產公允值變動嘅淨收益率嘅。咁呢個咧就可能某程度上咧就係嗰個嘅淨投資收益率咧，可能唔係太好，因為舊年咧就 A 股表現得唔錯嘛。咁呢個某程度就擴大咗數啦。咁純粹講話即係今次就係純粹講話總投資收益率咧，咁就冇即係撇翻個數出嚟嘅話咧，咁可能就都同 A 股嘅表現可能係即係估計嚟緊之後唔係咁可能有啲關係。咁另外咧就係嗰個新業務嘅結構啦。咁啊見到新嘅保單嘅保費啦，整體增長咗9% 啦。不過咧首年期交保費咧反而就跌咗2%，10年期同埋以上嘅首年期嘅交嘅保費更加跌咗8%。咁呢個代表咩咧？代表咗即係話嗰個壽險嘅即係國壽嗰啲賣緊嘅保單個結構咧係縮短緊。咁長年期嘅價值嘅保單係少咗，咁而分紅險嘅即係一啲短期啲嘅保單就增加咗啦。咁但係咧，分紅險嘅保單咧，對於保險公司嚟講個利潤就差好多嘅，因為佢有一個浮動嘅回報啊嘛。咁啊對客戶嚟講就當然有即係吸引力啦。咁但係對保險公司嚟講咧，呢個比傳統嘅一啲保單嘅話咧，就嗰個嘅利潤咧就低好多。咁另外就點解出現即係叫做核心問題就係點解出現個股價之後都跌咧？咁呢個可能都同翻即係開局以嚟啦，2026年啦，你見到 A 股嘅表現都係唔好啦。咁呢個可能少少就係市場亦都係即係向前睇啦，forward looking。咁就睇翻即係嗰個嘅未來 A 股嘅表現係咪都係可能即係都唔睇好咧？因為第一季就已經差唔多完啦，咁啊今日已經26號啦，咁所以即係幾乎第一季都可以蓋棺定論咁講，就係話第一季嗰個嘅即係投資回報都未必係理想。咁而第二季會唔會都仲係延續咁嘅情況咧？咁呢個就令到本身估值唔低嘅即係國壽咧都仲係受壓咯。咁你見到其實跌咗落嚟之後咧，其實嗰個預測嘅市賬率咧，即係當然呢個就係琴日收市0.88倍啦。咁但係即係今日跌翻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去到25蚊度咧，其實都只係大概應該去翻淺藍色嗰個水平嘅啫。咁你話去到即係超值或者合理咧，都遠遠都未到，因為其實睇翻佢嗰個嘅即係中位數咧，大概講緊0.6倍。咁即係話其實即係如果真係話要去到一個即係值得吸納水平，起碼都講緊即係起碼要去到0.6倍啲水平咯。咁如果 A 股唔好嘅話咧，其實佢係有機會係 below 嗰個嘅中位數，亦都唔出奇。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國壽嗰個嘅表現咧，就好 depends on 即係或者個估值啦，即係個市場俾佢願意俾佢嘅估值啦，好 depends on 啲人點樣睇個 A 股咯。咁所以呢個就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住個 A 股同埋市場點樣即係去 price 嗰個即係國壽個 valuation 咯。好，咁跟住咧就好快就講下外圍啦。咁啊，外圍繼續都係受住嗰個頭條嘅即係嘅 news 啦，headlines 去即係左右住啦。咁啊，市場憧憬嗰個即係美伊可能即係透過外交手段去即係停火，達成個停火協議啦。咁就琴晚道指就即係繼續做好啦，納指係升咗0.8%啦，油價都仲係回落啦。不過咧，其實你睇翻雙方兩邊咧，其實都仲係喺度不停咁樣拋浪頭啦。美國同伊朗其實各自都開天殺價，都爭取緊嗰個談判嘅籌碼咯。咁
都反映到咧，其實兩方面嗰個嘅即係立場嘅差距都仲係好大咯。咁所以就變成咧都仲係一邊談一邊打咁樣嘅羅生門。咁亦都咧，其實睇翻市場嘅情緒咧，亦都係喺恐懼同埋貪婪之間咧跳來跳去咯。咁點解咁講咧？因為陣間我哋有啲即係 slide 咧，就會見到咧，即係市場嗰個嘅即係日內個博弈咧就非常之激烈。不過咧，先講呢個異常嘅情況之前咧，其實我哋可以見到咧，即係雖然面對住嗰個中東嘅戰爭啦、通脹嘅問題啦、中期嘅選舉啦、美國嘅好多好多嘅不利嘅即係嘅因素左右住個市啦。咁但係咧，其實你會見到咧。包括咗巴內啦、Morgan Stanley 最近都仲係上調緊美國標普五百指數嗰個目標價同埋盈利預期。咁背後嗰個原因係啲咩咧？其實如果咧大家可以睇翻咧美國咧，即係出現咧股票、美元同埋債券啦，即係 stock US dollar 同埋 bond 三殺嘅情況咧，其實嘅交易日咧，其實就喺過去咧就曾經係比較勁嘅，即係你睇翻咧由1970幾年啊，到1990幾年嘅時候咧，你見到咧即係出現股匯債三殺嘅情況咧，就嘅交易日咧就都比較偏高嘅，即係講緊40幾啊，去到最多你見到1994年嘅時候咧，去到62日。咁但係咧，你話近嗰十零廿年咧，其實你話出現持續嘅股匯債三殺嘅情況咧，其實就唔多見。咁啊，去到2026年咧，其實就即係呢幾年咧，其實你見到大概都係最多都係20零日嘅啫。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其實喺成個嘅宏觀邏輯入邊咧，其實美國咧依然係一個最有韌性嘅一個經濟體咯，同埋一個資金避風港啦。咁所以咧，其實無論你係採取咩策略都好啦，咁你最終好大機會都係其實買翻美股、美元、美債是但一樣嘢，作為一個即係核心嘅持倉。咁所以就點解你會見到即係好多時即係風險上升之後，但係其實你最後又係啲人都係抱翻嗰個美股，即係你睇翻抱翻個美元嘅資產咯。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即係點解嗰啲外資依然係繼續睇好即係美國嘅一個最重要原因啦。咁頭先講到啦，市場嗰個日內波動係非常之激烈啦。我哋見到咧，過去3個月入邊啦，即係美股嗰個嘅日內轉向啦，即係譬如係開高，高開低走，或者低開高走，咁完全回吐翻全日嘅跌幅或者跌幅漲幅或者跌幅嘅日子咧，其實就高達28次嘅。咁你見到咁嘅情況咧，係2015年以嚟最高嘅水平啦。咁亦都係2008年金融海嘯以嚟咧一個第二高嘅一個水平。咁所以你會見到咧，日內嗰個嘅即係股市個博弈咧係非常非常之激烈。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睇埋個 VIX 嘅 future 咧，嗰個 intraday realize 嘅 volatility，即係話喺個日內入邊咧嗰個嘅VIX 嘅期貨嘅指數咧個波動咧，亦都係去到388.2呢個半年嘅新高啦。咁呢個咧其實都反映咗咧市場咧喺嗰個日內嗰個嘅波動咧係非常之激烈，大部分咧都係由呢啲演算法啦或者一啲新聞標題咧出現一啲追漲殺跌嘅情況咯。咁呢個咧就大家要留意住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要炒 intraday 嘅話，大家就可能係一個機會，但係亦都可能係好容易左一巴右一巴。咁不過咧，同翻股市或者一個恐慌指數成為一個即係一個強烈嘅對比咧，就係我哋睇翻個債券市場啦。債券市場咧，我哋見到咧，由俄烏戰爭以嚟啦，雖然個油價就即係又飆升咗好多啦，咁跟住最近又回翻唔少啦。咁但係我哋睇翻啲 investment grade 嘅，即係有投資級別嘅一啲債券嘅spread 啦，即係嗰個嘅信貸利差啦。就最近咧，其實即係深藍色呢條線咧，其實就已經去翻打仗前個水平。咁即係話個市場就我哋見到非常之波動啦，但係個債市咧就明顯係已經
回復翻戰打仗前嗰個一個相對比較平穩嘅狀況。咁呢個意味住咧，當前嗰個地緣政治嗰個衝擊咧，其實係從債市投資者嘅角度嚟睇咧，係冇實質損害咗美國大型企業，即係呢啲 investment grade 嘅，即係投資級別嘅大型企業嘅信用基礎。但其實我哋見到嗰個即係呢個即係所謂嘅 spread 就係信貸利差冇明顯出現一個擴闊嘅情況之下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嘅一個先兆嚟嘅。咁頭先講到啦，個市就即係挫來挫去咁樣樣啦。咁日內嗰個嘅博弈咧就非常之困難啦。不過如果我哋睇翻即係啲insider 嘅 trading 嘅話咧，我哋會見到有一個比較特異嘅現象咧，就係關於啲同納指相關嗰啲 insider。咁我哋會見到啦，納指最近個回調幅度就當然比標普五百指數大啦，大概8%左右啦。咁但係散戶嘅風險偏好咧，其實都差咗嘅。我哋見到星期一咧，淨賣出咗2060萬美金啦，而機構投資者嘅資金亦都轉弱咗。不過你見到咧，納指100嘅企業高管啦，即係所謂嘅即係insider 啦，即係但係納指100嘅喺度統計係咁咧，嘅 corporate insider 咧就反而大舉買入翻自己嘅股票，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就係啲企業嘅高管咧反而就做緊一個即係左側嘅交易嘅。咁另外咧就另外一個機會咧就嚟自嗰個嘅黃金啦。咁啊個黃金咧就我哋見到咧嗰個黃金嘅optics 啊，就係嗰個叫黃金嘅情緒指標啦。咁啊最近咧就跌破咗20呢個極度悲觀嘅水平啦。咁另外有95%嘅即係金礦股咧，其實亦都喺過去嗰幾個禮拜咧都跌入咗所謂嘅技術性熊市啦。咁但係從歷史嘅回測角度去睇咧，去到一個極端悲觀嘅情況之下咧，往往短期可能有機會出現一個短線嘅反彈咯。咁所以呢個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咁但係當然前提就大家要留意住就係唔好失守嗰條200天線啦。咁溫一旦失守嘅話，咁可能即係個勢就會再進一步轉弱。咁至於琴晚美股個熱圖嘅話咧，大家見到咧都係主要由嗰個嘅即係大嘅科技股啦嘅去帶動住啦。咁做得唔係咁好嘅咧，就主要係啲軟件股啦。咁琴晚啱又有消息啦，咁所以你見到琴晚 ARM 就強勢啦。咁另外其他 NVIDIA 都升接近2%啦。咁都反映到咧嗰個 AI 資本支出嗰個長線嘅邏輯就冇話有咩明顯嘅打斷。咁而另外一個值得注意嘅咧，就嘅 seasonality pattern 咧，就係嗰個 XLV。咁睇翻呢個醫療保健嘅板塊咧，最近咧就已經係去到接近嗰個嘅seasonality 嘅週期嘅底部。咁你見到咧，去到4月打後咧，其實成個 XLV 嗰個 seasonal pattern 咧都係向上嘅。咁所以咧，呢個大家都可以喺呢個板塊開始多啲報告或者留意多啲啦。咁另外咧，就我哋見到啦，有一個點大家要即係唔可以忽視啦。其實我哋之前都有略略提過嘅，就係關於嗰個農產品通脹。因為咧，大家知道啦，霍爾木茲海峽咧，其實嗰度咧就有一個叫做氮肥嘅出口啦。咁呢個咧就令到咧最近喺呢個新奧爾良嘅一個尿素嘅價格咧，現貨價格咧，就由12月以嚟咧已經急漲咗接近90%。咁而家每噸嘅尿素咧講緊係接近660美元，咁啊創咗2022年9月以嚟嘅即係新高咯。咁大家知道即係中國俄羅斯而家限制肥料出口啦。咁肥料出口，肥料價格上升，最終會轉嫁咗喺農產品上，即係價格上邊啦。咁呢個即係亦都會帶動食品價格上升啦。咁最後就會可能即係會出現即係好似2022年嗰種即係農產品通脹嘅一個死灰復燃。咁呢個亦都即係某程度最終亦都限制咗聯儲局減息個空間咯。咁最後亦都要講翻啦，即係德意志呢度咧就統計咗歷史咧過去突發
即係對上幾次突發石油危機之後嗰個嘅數據啦，我哋見到咧危機爆發之後嘅約220日之後啦，美國嗰個嘅10年期國債收益率平均會上行100個基點，而喺即係今年2月28日以嚟咧，美國國債個收益率咧即係上升咗42個基點嘅啫，咁意味住咧無論短期停唔停貨都好啦，或者點樣反覆都好啦。咁嚟緊，由於受制於嗰個供應鏈重組同埋大宗商品嗰個風險咧，長端利率咧可能喺未來大半年時間入邊咧都仲係偏向向上。咁呢個咧就大家要留意住啦。好，咁今日嘅市況短評我哋就先講到呢度，我哋聽日再見。